大家好，我是贵贵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说明国道开放路肩行驶注意要项。国道部分路段在尖峰时段开放路肩供用路人行驶。为基于行车安全并综合考量路肩行车特性，开放路肩速限以60公里为原则。另外，在可变换车道的开放路肩也有要注意的事项哦。当我们准备变换至路肩，或由路肩变换到减速车道或主线车道时，都需要先显示方向灯，警示前后的车辆，以便保持彼此的行车安全距离。另外，为了减少路肩与主线车道交汇，维持行车秩序，在出口前500公尺处会以路肩限行小车及禁止变换车道标志作为分界，通过后就不得变换回主线车道，仅能继续行驶于路肩哦。再往前开，看到路肩通行终点标志处，切入减速车道或出口匝道。这时也要记得打方向灯，保持车距，这样我们就能安全地变换车道了。请记得行驶开放路肩速限60公里，变换车道都要打方向灯，并且在出口前500公尺处之后就不能变换车道。以上就是开放路肩行驶注意要项，牢记这3个重点，就能有效减少事故发生率，维护国道上的行车秩序与安全哦。高速公路局关心您。